12月24，高雄市环保局清洁队员的考试，咱考生要排16公斤的沙包来回走60公尺，现场有未少人跋倒，包括这位54岁的陈先生。你讲就半顿，是写起来，咱我要听死啊！到单搁留摆咧，陈先生讲，迄天的考试，伊就连续跋倒3摆，正骹搁有倒边的肩胛头拢着伤，到单要1个月也袂好。我这个手无倒这个手夹袂直。陈先生讲，迄天的考试，所有的人做伙考，伊感觉真无公平。伊较少年啊，阮年岁较大，搁排迄个咧，按咧走都走袂赢因啊。对全台环保局考清洁队员的考试，过去捌伫环保局服务的高雄市议员林武凯嘛讲，考试的模式确实应该改变。参考一下体适能教练的建议，怎么样可以考出体能跟耐力，这个才是应该要考的重点项目，而不是在比赛跑步跟冲刺。这个爆发力不是我们清洁队员在作业的时候所需要的能力。针对民众的怨叹，议员的建议，环保局敢会当改变考试项目？环保局会广纳参采相关建议，作为而后考试制度设计的参考。以去年考试来讲，要找850位清洁队员，所有7400人来考，敢若一成考会调。讲解铁饭碗，袂少人烧钱要来抢，若是有一套会使测出实力，阁会使符合工课的学术考试，才会当找到真正有适合的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